厝愈厝，这般这般，福尔摩沙实在不平凡。四面大望舞，敢是人间？输了一嘴卖了的仙丹。清清南风，朗朗明月，看无缘灯，看看的平原，静静的海洋，天星悬悬，如此这般咱永永远远。花莲光复乡的太巴人是阿美族上古早的部落，嘛是阿美族传统文化作物红糯米上重要的产地。在太平洋的海岸边，有温暖的乌条炊粿，加上土肉真肥，食的农作物收成拢嘛真好。总是红糯米却歹种歹收，到底是安怎呢？根据在地耆老的讲法，伫遮要种红糯米是真困难。有真侪复杂的美角，修成嘛是需要一定的工序。是虾米款的原因必须这种的情形呢？今仔日咱就实地来访问，看阿美族太巴人部落安怎突破困难，互特别消失的红糯米重新变做部落上重要的文化产业。太巴人就点伫北回归线的附近。海岸山脉冲积形成，真肥的乌土带来着农作丰收。早期来这开垦的汉人，就甲这叫做富产。哦，这歌哪叫会好听？哇！哎，大哥，你在创啊？嗨，什么都不要问，先下来帮忙。那是在插稻啊？哦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袂吓一跳。哎呦，哦，这头家亲。哦，丢了，拔不出来啊！哇哇，这是留给你的。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是做补秧的动作了哈。你看哪里少一根秧，就把它补一下。哎，2根3根这样子啊。OK。像哪里缺少的秧啊，你就把它补上去。我要把它拔起来嘛哈。哎，对。拔的时候小心它的根哦，哇，留住它的根呢，这样子种，它就会马上的活上。哎呦，不错哈，安尼袂歹哈，我倒去。再插进去一点，大概3公分到5公分。哎，对。好，这摆种半点钟哦，差半点钟啊。但是讲实在，这是米，或者是什么物件呢？这个真的是我们太巴人很特别的特有种。这是我们现在种的这个，让您这么辛苦，这是红糯米，红糯米。可能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啊，太巴人啊有种啊，非常珍贵的一个品种啊。一般呢没办法拿来当做直接吃的，啊，这个呢特别是在我们每一次丰年祭啊、以利信的时候啊，这个呢是拿来做酒，做酒哎。对，做酒之后呢，哇，除了敬天神之外呢，还可以敬我们的耆老啊、老人家啊这样子。嘛歹种哈，不好种哈。哇，这个说到这个种，真的是我们年轻人回来这边呢，对，真的是一个大的挑战了。啊，以为就是跟那个一般的米啊、白米啊，这样子种就好了，哇，大面积的种。可是这个呢不行，这个是有太多的那种你们讲的美感了，美感就这。哇，真的很多，从这个秧苗开始，一直到这个照顾啊，到后面的收成啊，都是美感，都是美感。对。所以8月份的丰年祭啊，哈，这是上最重要的物件。哇，对，真的很重要啊，因为没有了它就没有酒，就找不到祖先啊，找不到祖灵啊。所以红糯米
咱即摆咧种的就是红薯米，阿米做上个重的物件。那现在种的人哦，他大概有2个任务，一个呢当然是吃啊，做酒啊。第二个任务很重要，保种。种要给保留。对，你看，如果我们这个尹娜他们啊没有种了，也没有人种了呢。对，拢无啊。还没有人种，明年就没有了。哇，对啊，而且它的种子啊没有特别的去做那种保育，对，保存的话，明年它就不能发芽了。这么珍贵呢？对啊，有没有系团啊？哦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这次种，哇，有一批就是做保种用的，有一批就是做销售用的。它的产量比一般的白米少2/3。哇，真正是跟这个宝贝同款，珍珠同款。哇，所以它产量很少，所以很难去推广。可是呢，它又是跟我们的部落的文化又很紧密。对，很紧密，对，很紧密，所以少了它，可能某一些的文化层面它就消失掉。听这个农民对红薯米的介绍了后，才发觉这的人事物确实无简单。因为这红薯米一年若无种，明年、后年以后就拢无啊。这是真危险的代志，而且要靠红薯米联络祖先，就算讲无爱种，嘛是袂使的。这位姓肖的农民，伊即马是太巴人社区营造协会理事长。伊这个设计风格原来真有特色，桌顶放满着奖杯，而且这个办公室就伫田边呢。这位农民上大的消遣是啉咖啡，去到办公室拢着穿雨鞋，真正足特别的。其实，伊本地对空军机械学校毕业，伫军中嘛有真好的前程啊。不过，伊却坚决放弃一切，回乡来奉献家己的心力。伫这个办公室，所有的人拢嘛亲像三文鱼回乡，希望会当营造本土意识，伫社区内底会当互相照应，为地方来服务，把社区的声音传出去。这个拢是尽心尽力服务的方向。办公到一半，伊却继续就塞车准备去散会。所落来，伊带阮来去看今仔日的主题之一——太巴人红薯米生活馆。这是有一个少年辈放弃掉伫都市关薪水的生活，回乡来发展就业的成果之一。少年人踮遮把部落的精神找倒转来。这个故事，让所有的族人拢产生愿望，嘛开始对伫长辈传统得到创新。这是让大家感觉上界圆满的结果。刚刚我们在田里种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特别去推广啊。那现在我们把它包装成这样子。那因为红糯米这个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那种妈妈米啊，月子米啊，包好好嘛，这是要卖嘛。拍摄个怕真的、哦，对，客人也是这样子啊，看，他还是要觉得要摸一摸比较好。敢会使摸？可以。好啊，来摸看卖。该用落来嘛。哦，对，哇，这个就是特别留下来的，因为每次我们都有一个习惯了，这个就是保种。保种，它只能它的生命只有1年，只能到明年，所以明年我们一定要把它种下去，如果不种的话，你后年你就没有了。它是旱作，早期那什么水呀，没有什么瀑布啊，什么没有水井啊，那个田地啊，根本就不像这样子平平的，都在山坡上面，没水，没有水，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特性，它就是这个芒，可以它在入水的时候吸收一点点的那个露水，然后呢，用这个露水去把它滋养，然后慢慢生长，所以它是旱稻旱作。无水会当讲泡在露水嘛？对，所以你看，你仔细看了，它上面的稻谷上面还有一个很长的芒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讲的美感，在我们的文化背景里面，它就独一无二。哦，这是上天留下来的，有没有？哇，真的是很珍贵。他们呢又很难吃下去，那当然我们就用酒啊，对不对？用酒把它酿成酒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在每年的以离系啊，就是我们丰年祭。就是大概每年的8月20，哇，对，8月20左右了哈，就那个时间，哇，我们就在
提前1个月就开始做这样子的酒酿。而且这个做酒酿还有很多仪式呢，一定要找妈妈。在开始煮饭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祭司。祭司，我们祭司有2种，一个是对天，一个对地的。对地的，要对地的那个祭司，我们叫做吉高瓦塞。吉高瓦塞啊，就是他，对天的叫做萨巴伦奥。那是对天的。对地的那个吉高瓦塞，就是会在整个最大的房子的屋顶，告诉所有的族人，就说开始做酒。我们的一例性有5天嘛，第1天就是邀请我们的祖灵啊下来，一定要用这个酒敬啊。哇，敬3杯，敬5杯这样子，一直到最后一天。最后一天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巴黎木，还可以把它翻译成说敬老尊贤。敬老尊贤。对，这时候我们用妈妈准备好的酒呢，给我们所有的女性，从妈妈、阿嬷、姨娜，然后呢阿姨，到最后最小的小朋友，干嘛呢？每个人盛1杯酒，给谁？今年最辛苦的男生。哎呀，那时候男生呢就围了一圈，然后看到自己的老婆，看到自己的小孩，甚至隔壁的不是奶奶，隔壁的奶奶就拿这一杯酒就敬你，就说你辛苦了，在这1年就是照顾家里啊什么什么的，哇，就敬你一杯。这时候就红糯米酒这样一饮而去，又可以开始帮他们工作1年这样。一杯酒做1年。萧明山用红糯米当作地方文化复兴的开始，为着让游客认捌部落，佮用剪竹、槟榔树甲大水茶，从传统的祖厝来起。太巴人红糯米生活馆由部落的妇女共同经营。哇，这样你紧就传好啊呢？对啊，这很快啊！哇，这样煮一煮就很香了。我等一下要来吃，用安那方式。这个我们有个礼节哦，特别是来到阿美族，用3只爪哦，然后呢，要非常有礼貌，要从旁边吃，你可以直接抓。好。哇，那个触感啊，摸起来就是软软润润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在吃的时候，3角的这样，哇，有个2的，然后放在嘴巴。哇，这色水足好的吼！对，而且真香，吃看卖看味安怎？对，试试看。吃的时候，它进入到我们的嘴巴，它的温感啊，手会知道它的温度嘛，到了嘴巴就直接吃下去，到了跟我们的口水混搭一起，有一种甜味，有没有？然后那个香气，口感真好呢。真的哈，那这个跟比例有关系哦。红糯米跟白米的比例，然后吃到嘴巴那个口感就有出来了。我他讲口感真好啊，恁有啥物话按秘史在讲的？吃下来是不是有种好吃？你刚刚台语怎么讲？口感真好。哇，口感真好，我们叫做嘎说爱。嘎说爱哦，如果讲话用力一点，就是非常的好吃。嘎说爱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哇，真的口感很好吃哈。哇，用这个月桃叶吧，尾头叶啊包的。对，月桃叶，也有一个清香的味道。如果跟它配在一起煮的话，那个味道就是有清香，很香。所以什么场合才能吃到这？什么场合啊？重要场合。重要的场，哇，这个只要是贵宾啊，像你来这边啊，你们来这边啊，真的是要煮一锅红糯米饭这样子。对边啊哈，别让对中哦。就是跟什么餐桌的主人啊，这边有一个礼貌，我们从旁边沙鸡安尼嘛哈，沙子，看一下，就捏，这水就水的哈，给它捏一捏哈。哇，对，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口感哦。对，你捏一捏，它就有一种那个那什么淀粉的混搭，就有点像麻糬哦。麻糬，那我们捏的没有像麻糬那么软，但是我们这样捏，它就会有一团。那一团里面它还没有完全那个什么没有很团，这样子吃起来那个口感呢，就是软软的，会带有 Q 的感觉。Q 劲嘛哈。嘎帅，对，你马上手上，嘎帅，手上的要吃干净一点。好，很多人都认为太巴朗部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部落，然后就是来匆匆去匆匆，就是没有留下一点好像
他们会感觉没有什么，我们就会成立这个生活馆，就当成一个部落的一个旅游资讯，也把所有部落的一些小农他们自己的农特产品，跟我们部落的一个工艺师他们自己的作品。其实，在阿美族来讲的话，它算是一个野菜的民族，他们很喜欢吃一些野菜，但是很多人说所谓的野菜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就说你只要不认识的，就是野菜。其实我们还会做一些采野菜的体验，然后到我们红糯米生活馆做一些怎么煮食野菜呀。其实，在外地的人来讲的话，他其实对于野菜非常的不认识。一般汉人来到我们这边来吃我们野菜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好苦哦。为什么会苦？其实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它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含义，非常重的一个含义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到红糯米生活馆来做那个体验捣麻糬，用自己的力气来去捣麻糬。对，独论哈。对，没错，独论。哇，这个野菜听起来足厉害哦，当时会当带我去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就走吧。传说中，公福有一个野菜秘密基地。对内底行入去，真正是五花杂色，啥物拢总有。无管是陆上的土豆米酒，也是海里的鱼虾烧羹啊，啥物物件拢总有啦。店家的单位顶头出现的，嘛是五穀杂粮，四手啊稳料的，逐项都有。甚至还有一寡切桃米啦，甲水鸡。你看卖咧，这个水鸡吼，一只一只拢嘛活跳跳，还有这猪肉。不过，这并不是一般菜市啊买会到的哦，这是咸猪肉，都市人唔捌啦。对啊，这边就是我们部落的一些妇女，他们就是把一些野菜放到这边卖。会当起价，买菜嘛，做沙拉买菜，这是餐类哦。安尼一包你拢卖偌济？200。啊，免咱做较好食料理。菜。用菜，啊是加什么菜？高蒜头。高蒜茶，辣椒蒜头那样。拢会使嘛吼。像我们这个啊，还有配野菜汤，在我们早晨的时候都会蜗牛，然后配那个野菜。这是火龟，可以生吃。要不要？安尼吃了吼。身体拢好起来。哎，我们先来到奶奶的店。你好，奶奶，那这奶奶呢是她的店名，然后她有卖一些小米酒，然后还有就是这是那个木鳖子的那个苗，像我们这边都有卖一些原住民它特色的一些那个食物的苗。木鳖子。对，木鳖子现在台北非常的夯哎。这是长起来蚵仔对不？对，这是蚵仔环，其实我们都会用这个拿来入菜，就是煮汤。这浓度大概多少？7.5。7.5嘛。这比如说比啤酒。小米，这是用小米做的，像我们店里的话是用糯米。摇一摇哈。说倒来，咱紧转来生活馆来看卖啊，拄则买的野菜是要安怎料理？牙海好技术。系，安好，慢慢。你好。头拄仔恁咧讲要煮野菜汤对无？要如何来煮野菜对无？对。虽然我听有啥有，但是我会当甲恁问一下哦。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？台语我袂晓讲这个。哦，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呢？金龟心。金龟心。啊，米是要哪讲？金龟是这。Tamurak。Tavulo。Tamurak。金龟心。对。哦，这是等下要煮野菜嘛吼。对。另外这位这是啥物物件呢？这是苦瓜。哦，那是有小车轮共款啦吼，恁啊。这是轮胎的苦瓜。苦瓜。米是要哪料？嘎咕噜。嘎咕噜。嘎咕噜。食退火的苦瓜。退火的。但是足够多吼，这是小苦瓜。消毒也没有放肥料。哦，拢无肥料，有机的。有机的。哦。另外这位这是什么物件呢？蚵怀。蚵仔。所以米是要哪念呢？打咧。蚵仔。
这个蚵仔较无共款吼，伊是较长形的吼，较细。较比西部的伊的形是长的。这还未大汉。还未大汉的。对。这我知影气仓对无？大辣。大辣。煮鱼啊上好对无？对。气仓煮什么鱼？一般来讲，伫这个所在。五果鱼。五果鱼煮气仓就是这，咱讲伫头阿巴浪的上特产嘛吼。这下小可会试着嘛吼，爱注意嘛。哇，所以这物件到等就是要起咱遮内底，到连煮这个汤嘛吼。啊，另外这个还有这个物件无甲恁问到，这个是啥物呢？哦，就是市场。啊，无试啊嘛吼，试甲加掉嘛。这内底大来是啥物物件？达木拉，金龟，对不金龟嘛吼？啊，伊敢有花？哇！哎呦，野心嘛吼。对，野心。加。对。金龟心。这金龟心，这里都是伊的花。啊，这边哪里啊？我去今年。我进入达木拉。我进入达木拉。好，过来。那介绍完，即马就开始来煮食。看大家人安尼无用伫咧煮，有的倒油炒菜，有的香火互烧。趁这个时阵，咱就开始来唱歌咯。后尾啊，都是安尼食大汉的，又刚好甜度，因为对都市回归部落乡野，小明山甲基诺做伙，互传统文化的红竹米重新活起来。一伫传统山椒的石灶边啊，偏芳芳的空气内面有红竹米的香味。甲时大斗阵整理野菜，开讲唱歌，分享生活的踏踏滴滴。阿美族的传统文化就亲像碗内面一碗好滋味的八宝菜汤，逐喙拢是丰富的，逐喙拢有温暖佮感动人的故事。